垂落嚟好冇啊，楠楠？喺度八卦望住對面有個姐姐，因為呢個公園咧屬於適合大人玩㗎，呢個細嘅，呢個大嘅，垂落嚟啊，楠 ，come on， 1、2。貝貝又望住人哋個大姐姐啦，因為嗰邊有個咧碌㗎，有個姐姐喺度玩緊，唔適合細路仔玩，嗰啲始終要過10歲啊！楠楠 ，Adriana， 等咗你成20秒都未跣落嚟，1，係咪？同阿楠楠同姨姨講 hello 姨姨啊！同阿公阿姨講 hello 嘛，算啦，咁樣拜拜啦。